一心念佛，發願發心永依隨，佛法來自救。虔誠念佛就會釋清妄念，多參眾得消除業障因。時日已過，信心莫忘，願世間蒼生。要深信佛能令你自性歸真，不生惡念，慈善對人，一心念佛，斷惑情空永依隨，佛法來導引。彌陀佛行願，若你一心念佛，心裏念那阿彌陀佛號，能令你度脫，再不輪迴，共度西方得永享。那真快樂無罪惡，逆了死生，終須有日成願再來。一心念佛，斷惑情空永依隨，佛法來導引。彌陀佛行願，若你一心念佛，心裏念那阿彌陀佛號，能令你度脫，再不輪迴，共度西方得永享。那真快樂無罪惡，逆了死生，他朝正道成佛再